Stephy 重憶舊夢 ，Cinemas 盡顯愛心。點解啲小朋友個個都笑得咁開心嘅？哦，原來今日係由 Cinemas 全力支持嘅願望成真基金慈善特刊發佈會活動，同場仲有 Stephy 現身撐場，支持患病嘅小朋友。唔知咁有愛心嘅 Stephy，細個嗰陣又有咩願望呢？細個嗰時覺得好大嘅願望，所有儲翻嚟嘅文具啊同埋公仔咧，將佢一次過 show 晒喺一間房裏面，好靚咁樣。究竟點解一向熱心慈善嘅 Cinemas 會有呢個行動構思呢？透過今次嘅活動，我哋可以將愛心同埋健康送俾啲小朋友，而且可以喚起大家要多關心身邊有需要嘅人士。咁有意義嘅活動點可以停落嚟㗎？Cinemas 全力支持願望成真基金出版嘅《願望成真 Wishing Well》慈善特刊，當中結集咗唔同嘅積極感人故事，而且仲有11位名人紅星幫小朋友實現願望嘅分享。大家不妨去8間特選嘅 Cinemas 專門店購買每本港幣100蚊而賣價嘅《願望成真 Wishing Well》特刊啦。